你好，先生太太，我個名叫做 Yenny Setiawati，我離咗婚，我有三個小朋友，第一就係26歲，第二就係9歲，第三就係3歲。我以前喺新加坡做過2年嘅工，我識講英文同埋我識講廣東話。我識自己去街市買餸，同埋我識煮餸、清潔屋企、照顧 BB，同埋照顧小朋友。以前喺屋企喺新加坡有喺屋企人有阿媽、阿公、先生、太太同埋一個小姐。自己煮都識做。多謝先生，多謝晒太太，香港見。